那全國主義嘅做創島為國嘅事業去了經過海島上，也是可能性主義嘅海島關南澳島北回歸線創島日過。中國將有一座北回歸線標誌塔，稱為浙江之門，伊位於北回歸線甲我國大陸東岸嘅交叉處，是我國強盛嘅10億座北回歸線標誌塔攏上升嘅一座。每年也係主席6月22日講，當太陽直射北回歸線嘅時候呢，亦也將穿過塔頂麥研究東線，直射黎明太陽，達到立高不經嘅神奇效果。這個北回歸線標誌塔話呢，就按咱這個行業問入來哦，從對做個球體嘅軌道呢是12:2比，伊對應嘅是當主席12月22日，伊上埋基本條數分析角度呢，正好是對應北緯23.5度，也就是北回歸線緯度。而頂麥球體半徑呢是3.21比，對應嘅是春風3月21日，伊嘅形比槍呢是6.22比，正好對應係主席6月22日。現在南澳島北回歸線標誌塔已經成為咗當地一地標性項目。又因為位於非常多名青灣裡頭，明朝大海，環境極其秀麗，吸引到非常多遊客再來拍卡留念。